咱再来看今年的金钟奖国际调酒的比赛哦，伫高雄的举办，有12个国家的歌手来台湾交流技术。比赛规定是爱使用咱台湾本地水果来发挥创意。那么做伙来看卖。台湾调酒的选手一出场，观众大声拍拍欢呼。对着现场的音乐，伊手摕着调酒杯来点现机卡，表演真精彩。这位选手已经有8年的调酒经验，也是今年金钟奖调酒餐饮比赛唯一一位代表台湾出赛，甲现场12个国家的选手共台竞技交流。有啊，但是有一些失误，也不要紧，咱就是要不断成长，对，豆豆等，豆豆练，希望讲以后会当为台湾出国比赛。台湾的选手伫咧饭店的外口草坡啊，伫遐咧等干那做文化的交流。这个囡仔有国际观。今年金钟奖是疫情后第1场的国际调酒赛。今年重点是选手爱将饮食环保的元素加入家己的调酒作品，唔但爱使用本地水果，佮爱重视实在再利用。每一位选手拢发挥创意，唔望得到好成绩。芭乐、奶汁、熬头果、鸡仔去调制的，那希望就是这调出来颜色是绿色，希望讲大家会当为环境出一分力。今年比赛除了调酒，嘛是头摆加入咖啡柳花、中餐菜色水果调客等，拢总17组的比赛，唔但有职业的选手，佮有高中甲大学生，除了展现台湾餐饮的水准，嘛互学生甲各国交流求进步。记者钟友辉、邱超勇高雄报道。